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講咗句令矽谷集體沉默嘅話 ：AI 取代人類唔係可能，唔係或者，而係必須。AI 教父 Geoffrey Hinton 用一條經濟公式撕開咗科技公司最唔想認嘅真相：唔用 AI 取代你，佢哋點同股東交代？佢講得好直白 ，Tech Giants 要保持盈利就必須用 AI 取代人力，唔係 probably， 唔係 possibly， 而係 must， 係必須。呢個唔係技術預測，係經濟邏輯。當 AI 可以24小時運作，零情緒、零假期，仲唔會要求加薪？你覺得企業會點睇？更狠嘅係 Hinton 自己就係深度學習之父，佢親手推開咗呢道門，而家卻公開警告：呢場革命經濟邏輯根本唔會俾人類留位。呢個唔係技術問題，係選擇問題。當效率成為唯一標準，人嘅價值由邊個定義呢？係股東回報率，定係我哋對生命意義嘅理解 ？AI 可以做到更快、更準，但係佢做唔到嘅係同理心、係判斷、係對人性嘅洞察。而呢啲先係人真正不可取代嘅核心。真正嘅進步唔係讓機器越嚟越似人，而係讓人喺機器面前依然不可取代。呢個時代呢，唔係要你同 AI 鬥快，而係要你做翻只有人先做到嘅嘢。有溫度嘅決策，有價值觀嘅選擇，有意義嘅創造。科技可以冰冷，但我哋嘅選擇唔使咁。識得思考，識得選擇，識得守住人性。我係 Fanny，同你一齊喺 AI 時代守住人嘅溫度。